回应时，信心英雄。现在来唱圣诗402首。现在请敬拜赞美，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你们喜乐吗？喜乐哈，因为耶和华是我们的喜乐，对不对？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要以喜乐献上为祭。我们一起起立，我们就在诗歌里面像泰戈尔印度这位诗人说的。我们在诗歌当中，我们来遇见上帝。来，我们一起用喜乐的心来唱这首《将天敞开》。你就用你自己的喜乐来唱诗歌，不用拘束于什么，就是你自己跟神的喜乐。我们一起唱。将天敞开，你的同在降下。你是荣耀君王。
第二首歌是将爱传出去，把爱传出去。来，我们一起用以爱在我们的心里面，把这个爱的感受丰丰富富的把它传出来。把爱传出去，传到街头和邻里。弟兄姐妹，脚嘞，你的脚嘞，你的手嘞，把下雨。对呀，把喜乐放进来，把上帝的爱放到你的心里面来啊！把爱传出去，无论风或下雨，爱要分享，不要犹豫，快快乐乐传出去。爱要分享，不要忘记，把握机会传出去。把爱传出去，传到街头和邻里。把爱传出去，传到天荒或下雨。把爱传出去，无论刮风或下雨。把爱传出去，无论刮风或下雨。爱要分享，不要犹豫，快快乐乐传出去。爱要分享，不要忘记，把握机会传出去。爱要分享，不要忘记，快快乐乐传出去。爱要分享，不要忘记，把握机会传出去。把握机会传出去。太赞了哈！好，我们坐下来哈，请坐。最后我们唱这首诗歌是《我的心是土地》，这是台语的诗歌，但是因为它真的是很棒的诗歌，因为我们呢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就是渴慕神的话语，渴慕神的爱，渴慕神像磐石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建立根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心安静下来，然后求神开启我们的眼目，让我们用祷告的心来唱这首《我的心是土地》，求神的圣灵、神的话语灌握我们渴慕的心。请云律先带我们唱第一节。慈悲爱我们的天父，孩子是何等有福，能够来到你的圣殿。主耶稣，你真是我们的诗歌，你又是我们的荣耀，又是救我们脱离苦难的磐石。主耶稣啊，我们定睛在你的眼目，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渴慕的心灵就可以得到成全。主耶稣啊，你的话语，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温柔，
你的圣灵所有的一切美好，都跟我们同在。我们这时候，我们的心灵所出的喜悦的赞颂，为献上的祭，求神你喜悦。敬前排练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和喜乐在他圣所。民中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奉到他面前，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各位兄弟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愿感谢和荣耀都归给你，愿我们一生敬拜你，留心领受你的训诲，侧耳听从你知识的言语。你扶助将跌倒的人，使软弱的膝稳固。愿我们的心意坚定，敬神爱人，得属天的赏赐。愿主祝福我们今天的礼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来看圣经罗马书8章5到7节，在我们的周报的翻开的右边里面有哦。我来念，请大家一起来听。罗马书8章第5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第6节，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第7节，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接着我们要请牧师证道。今天证道的题目是意象决定命运，意象决定命运啊，请我们专心来聆听。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跟旁边的人啊说声平安。哦，感谢主，今天是宗教改革纪念主日。啊，为了纪念马丁路德在威登堡大教堂的门口贴出了反对赎罪券。啊，其实不只是反对赎罪券，啊，它是反映了当下的人对罗马教廷，哦，对当时候的教廷。提出了95条的论纲，意思就是说，这95条里面，我们可以来用辩论的方式，到底真理何在？所以马丁路德提出了这95条之后，他就被教廷给判他是有罪，因为你怎么可以挑战教宗的权威呢？所以当时候。圣经只有神职人员可以读，可以解释，除了神父修士，或者是宗教人士、教宗、当时候还他的位置还很大叫做教皇。为什么叫教皇？因为国王登基必须要有宗教最高领袖，也就是教宗来按立来特准。他才跟登基国王，如果教宗不准，这个国王就不可以登基，所以他的地位等于说跟皇帝是一样，所以称他是教皇。那教宗就是整个当下罗马帝国最高的领导，现在我们称教宗，教宗。那当时候的教会出现了，真的是腐败。为了卖赎罪券等等的利益，很多的宗教的堕落败坏，所以至于马丁路德提出了这样子的改革。那所谓的宗教改革之后，我们有归正教会（Reformed Church），我们长老教会也是属于Reformed Church的其中的一个，我们叫归正宗。那后来也称为叫长老宗。那所谓的清教徒长老会、公理会都是信奉这个加尔文主义。所以在我们长老会里面，我们是属于这个归正宗。那在归正宗里面，就是宗教改革之后一个教派。那愿神也带领我们，因为宗教改革让教会所以说百花齐放很多人提出了这个宗教改革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念。那宗教改革也让教会在神的面前来悔改，因为教会曾经堕落，曾经腐败过。那也为了纪念这个宗教的改革，那宗教的改革等于说新教跟旧教就分离了，也所谓的基督宗教就跟天主教慢慢的去分离。那马丁路德的改革曾经获得许多的诸侯来支持，甚至当时候这间天主教的旁边就是基督教的教会有这样的地方你如果不来参加罗马天主教，你可以到基督教去。所以天主教教堂还有一个旁边还有基督教，是说他诸侯如果愿意的话在奥格斯堡就曾经有看到说这间是天主教会，这间是基督教，他们就在隔壁而已，就在隔壁而已。愿神赐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耶和华，愿我们居住在你的帐幕里，愿我们在你的圣殿里面敬拜，让我们成为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让我们的舌头能够说好话来款待朋友，来爱邻舍。愿尊敬敬畏耶和华的人心坚定，永不动摇，信靠耶稣的名，让我们成为得救的儿子。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
我们想说意向到底是什么？哦，这个就是心意的倾向，内心的企图，你是心里面的企图心，你的想法，虽然你会表明，我们就猜不透你的心思。哦，这个叫做意向。我们人一生活一次，你有机会成为基督徒，用基督徒的身份活着，是我们人生，也可以说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的生命，我们就是要学习耶稣的人格。上个礼拜我们牧师提到，我们要学习耶稣的品格。那耶稣的人格跟品格，或许我们没有办法跟他一模一样，那也愿我们很接近，能够尽量学习。那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意向，学习耶稣的品格，学习耶稣的人格。使徒保罗对基督徒的定义说，如果我们没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那我们就不属基督。就是说，如果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可以成为基督徒。所以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引导跟帮助，我们也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基督徒的心中必须要有基督的灵，也就是圣灵。因为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里面，在我们的心灵里面有圣灵同在，所以我们要跟旁边的人说，耶稣是我生命的主。好，耶稣是我生命的主。所以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成为基督徒。所以有圣灵的引导，我们才能够过基督徒的生活。那我们属肉体的人只能够随从自己的情欲生活，只以自己为中心，为自己而活。你靠着自己的情欲过活，那就会带来人性的败坏，就没有办法得到永生。所以骄傲、贪心，这些都是来自于肉体。所以保罗说，按照肉体就是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事才能够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跟平安。所以基督徒必须要有圣灵引导这样的思想，这样子去思想灵的事情，才有生命，才有平安。那我们如何调整我们内心的意向呢？第一，我们要知道意向是决定你生命的方向。你的思想、你的想法是决定你的人生。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尽量跟我们的我们的想法，尽量要跟上帝的想法合一。所以罗马书8章5到6节说，已经有跟我们说随从肉体的人就是体贴肉体的事，那必须要体贴圣灵的事。才能够随从圣灵，才能够体贴圣灵的事。那体贴肉体是死，体贴圣灵乃是生命，乃是平安。所以第一意向可以决定我们生命的方向。所以我们要遇见上帝，要把我们的思想调整在上帝的思想里面。所以神造万物，神有他的计划。那原本这个计划是好的，是美的。是人要在这个伊甸园里面生活，原本是充满着爱，原本是没有什么是乐园，没有这个负担。我小时候就想说又要考试多辛苦我能不能去回到那个伊甸园，是没有考试的烦恼。但是人因为罪而堕落，所以我们必须要辛苦工作，才能够养活我们自己，是吧？所以小时候我们怎么每天都要考试考试做学生很辛苦，升学压力很大。我说我想要回到那个伊甸园，没有烦恼。但是因为人就是因为堕落，那人的命运是要按你的思想来决定。所以箴言23章7节说，因为他的心怎么样思量，他为人就是怎么样。所以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必须要去知道说我们怎么样思量，我们的人就怎么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按照我们的想法，按照我们现在的想法，就可以决定你未来的命运。如果你是高雅的人，你思想高雅，你就成为高雅的人；你是卑贱的人，你思想卑贱，你就成为卑贱的人。你有肯定性的思考，你就有前进得胜的力量。如果你的生命充满否定，就可能会活在失败的阴影里面。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一样如此。所以我们必须常常给孩子鼓励、正向、肯定。虽然他做不好，有肯定、积极鼓励，他就有向上的能力，就带来他往前的动力。如果一直否定他，这个孩子未来就会内缩，甚至成为没有自信的人。所以成为自信跟成为自卑，就在你的思想里面。所以我们要尽量给孩子有一个正面、正向、积极的思考，正向的意向，让他往正向的方向来走。加拉太书6章8节，也跟我们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在情欲里面受到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来收永生。所以，当我们撒什么，我们就种什么。所以，思想也像种子一样，当这个种子落在你的心里面，你发芽了，那你就会付出这个行动的芽，然后慢慢你的行动变成一个习惯，就生出了根。当你的习惯慢慢成为你的品性的时候，长出了这个枝，慢慢的结出人格的果子，最后你就必须要收到命运的果实。所以你种什么就得什么。各位弟兄姐妹，体贴肉体乃是与上帝为敌，就是死亡。你只有体贴圣灵，就可以得到生命跟平安。所以信耶稣的人必须在人格上面、思想上面去做更正改变。那为肉体的就体贴肉体的事，为圣灵撒种的，必须在你思考，是不是必须在你的思考里面来做圣灵的事？所以人种什么就收什么，你思考什么就决定你的命运。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丢弃这个不义的想法，悔改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悔改，来回到上帝的义里面。那我们的心里必须要怀着耶稣基督的心。所以有一首歌叫以基督的心怎样为心，以基督的心变成我们的心。所以悔改在希腊文的原意就是改变你的想法，改变你的方向。所以在我们悔改里面，我们必须要思考，我们是不是跟神有没有合一，有没有得罪神。所以你不思考，你就没有办法改变，你的意向没有改变，你怎么会在神的意里面呢？所以你不改变你的意向，就不能在意的你的心意里面，你的意向里面来调整。所以魔鬼借着我们的想法，让我们变成不好的人。加略人犹大出卖了耶稣。约翰福音说3章2节说，当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魔鬼已经进入到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的心里面。所以此刻犹大的心已经怀着恶念，他已经要将他的老师耶稣给出卖。所以加略人犹大背叛了耶稣，出卖了耶稣。按神的计划，神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认罪悔改，但是30块钱丢在圣殿里面，已经没有人愿意让这件事情被改变。彼得也否认耶稣，在受难的之后，耶稣被抓之后，他3次不认主，心里面充满着悔恨，心里面怎么说？我怎么会不认识我的老师呢？他跑出去痛哭，然后他大哭，他认他的错。彼得是知道耶稣的，所以在耶稣复活之后，他将这个复活的信息也告诉了彼得。
所以我们要丢弃不义的想法，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去调整跟神合一。第二是不给撒旦来留地步，在属灵的意象里面是生命，但属肉体是灭亡。我们要好好的看管我们的心，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恶念会生出罪，罪会带来死亡。所以所有的恶也是从你的意象开始。以弗所书4章26到27节，26到27节26到27节跟我们说什么？说生气不可以犯罪，但是不要含怒到日落，不要给魔鬼怎样留什么？留地步。所以我们不可让魔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占了一个空间，占了一个位置，特别是生气跟愤怒。所以我们在这当中里面，我们要去做个调整，就是不要让撒旦留地步在我们的心里面。箴言23章4章23节也跟我们说，要保守了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从什么出发？从你的心出发。所以这个心，你的心思意念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一时的生气是不可以持久，因为怕这个魔鬼在你心里面，就好像一个孩子里面，就怀胎成长就越来越大然后最后他会生出来。所以人怀了贪心，就会去偷窃；人怀了恶念，会去杀人；人有淫乱的心，就会去奸淫。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是需要被神来看管，我们的心也要常常来看管我们自己的心。所以我要跟大家劝勉特别是要有在玩手游的人手机游戏的人，我们也要很小心这里面当中或许有些不是蒙神心意的这些，不是说玩手游不好，而是说自己也要有一个分寸，也是要有一个节制能不玩就尽量不玩如果你是打发时间这种简单的或许但是有些都是有的还要再花钱。曾经有人为了要闯关过关，花了那么多的钱，那有什么意义呢？因为在虚拟的世界里面，跟真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常常看那个很多男生小朋友喜欢玩那个打打杀杀的这种游戏，这种 game。但是你想想看，子弹是不用钱的吗？他怎么那么多子弹？哇，他怎么可以让那么多人就杀人？所以过去发生捷运杀人事件，我想有些东西慢慢你深入到你的思考，这个思考改变了所以尽量是说有正向的手游的这种游戏那这种手游慢慢会越来越多，那我们就必须要小心跟谨慎所以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如果你的心不被那个游戏给掌控，你能够胜过的话，除非所以没有人生来就是善的人，也没有人生来是恶的人。所以如果他的思想是善，那他就可以变成行善的人；如果他的思想是恶的话，有可能他会变成邪恶的人。第三，我们要注意，要注意在上面的事。所以在哥罗西书3章1到2节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所以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我们要常常思念在圣灵、在耶稣、在神上面的事，而不是在思念地上的事。什么是地上的事呢？贪念，我讨厌人我这些怨恨人跟与人之间的恶、污秽都是属地的。只有思念上面的事才是圣灵，是属基督的。
所以当你骄傲的时候，你要思考耶稣的谦卑，像羊一样，像这个骑驴一样进耶路撒冷，这样子的卑微。当你贫穷悲伤的时候，你要想到耶稣也曾经没有枕头，枕头可以睡。当你承受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想耶稣也在十字架上忍受死亡的痛苦。当你背叛的时候，或许你要想一下，耶稣也曾被他的门徒给出卖。当你被冤枉的时候，耶稣在比拉多的面前，在众人面前，在这个法庭上被控诉。所以我们要深深的思考大祭司耶稣。当司提反使徒行传记载，司提反被抓的时候，他殉道的时候，被丢石头的时候，他想着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我们去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当我们被冤枉受委屈的时候，把我们的心思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就是致意耶稣的事。第二，当意象这个意象是可以决定幸福。幸福是什么？就是住豪宅，开高级车，然后穿华丽的衣服，是吗？这就是幸福吗？即使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也有人或许活得不快乐。曾有一间教会看到他们的青年，真的是需要调整一下，不知道人在福中不知福。然后牧师说，我们来短宣，就把这些年轻人给带到了泰国的北部，泰北，去宣教，在那里2个礼拜的生活。他们要自律，自己煮饭。他们可能要去农家，协助农耕。他们要跟那些的住民一起过生活。那已经不是住在有冷气的房子里面，睡的也不是这个弹簧床，他们可能是睡在地板上。那么要自己去生活。已经不是用瓦斯煮饭，而是要去生活，要去挑水。那他们要去传福音，他们要去跟当地的学生传福音。当他们走到学校之后，他们发现，这个学校里面是很破旧的，屋顶是茅草盖的，还会滴水。很多课本是不晓得之前用过多少年的课本，破破烂烂的还在用，甚至有些人连课本、书本都没有，连现代的圆珠笔这种东西都是非常的奢华的。我们这边是圆珠笔到处丢，那边是很珍贵、很珍惜的。当那些年轻人到那些环境之后，被磨练了2个礼拜回来，每个人都精壮了。以前是叫不醒的，那现在早上6点7点自己醒来。以前不知道人生的意义跟方向，他经过这个训练之后，发现有人比我活得更苦。我是人在福中要知福，他就改变。所以当你思想，说你是幸福吗？幸福是什么？所以人的幸福跟不幸福，可能是你的内心。你的内心充满不幸福的思想，那你就成为不幸福的人。你人生充满了幸福的思想，你就会成为幸福的人。所以幸福的人是会穿幸福的思想的服装，那只有耶稣可以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用不满和叹息的来过生活，那你的生活再富裕也没有用。你再怎么样的富裕，你如果说出抱怨的话，也是没有用。所以当我们把我们的天父变成我们的父亲，
把他当成是我们的父亲，你把你的家当成是天堂，你把你自己是当成上帝的儿女，你确信神保护，你有这样的思想，那你就是蒙上帝的旨意而招的人，而被拣选的人。所以凡事要赞美感谢，那幸福就离你很近。所以我们也常要用感谢来代替埋怨。所以为了幸福，要用感谢代替我们的抱怨，那你就会成为幸福，你的心中就会带来喜乐。所以常常有人说啊，如果你没有一个喜乐的心，你的身体怎么会好呢？你身体常常如果说觉得不健康，你的心里常常忧虑担心，你会健康吗？箴言17章22节就跟我们说，喜乐的心是什么？喜乐的心是什么？再大声一点，喜乐的心是什么？感谢主。你不是打开那个收音机啊？有时候开车收音机怎么这一台是专门在卖药的唱歌唱到一半，来工商服务一下人生什么什么就什么就卖什么丸什么粉什么散药局电话电话药局在哪里请来电然后各大药局都有在卖什么药？那你的心，你吃的那些，不管是药粉、药散、药丸吃的那些，它是中药提炼的，那你的心没有喜乐会好吗？再好的药，如果你的心是忧愁、忧闷、苦闷、担心、烦恼，会好吗？所以在圣经里面已经跟我们讲了喜乐的心是良药。台语说欢喜的心是好药，欢喜的心是好药那中文是跟我们讲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那忧伤的心使骨枯干忧伤的心那忧伤的灵台语是说忧伤的心神忧伤的心。那华语跟我们解释说忧伤的灵那个忧伤的心、忧伤的灵、忧伤的思想、忧伤的想法、忧伤的意象，那就是你的骨头枯干了。那就是怎样？你失去骨头就枯干，什么意思？钙质流失了嘛，钙质没有了嘛，人过了30、40，钙质会慢慢流失。要吃什么？要喝什么？要喝什么？要喝牛奶。对所以电视有广告嘛，要喝高钙的牛奶嘛。所以不管你喝什么，高钙的牛奶，吃什么，但是你的灵魂是忧伤的，思考、思想、意象是忧伤的，你还是骨头会枯干，还是慢慢的不健康。所以魔鬼是会让人担心、忧伤。许多人会担心癌症也是很可怕的那现在还有一种病，文明病叫什么症？什么症？忧郁症。忧郁症还有很多种躁郁啦、忧虑啦、担心啦、焦虑啦、恐惧啦、担心啦、害怕，就是在人绝望的环境里面，都是会得到这种症状。有时候会生气、愤怒，有时候会绝望、恐惧、担心、害怕。要用感谢来代替这些。你要脱离这些，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再想这些事情，不要去想到这些过去失望、难过的往事。所以神的话有跟我们说，忘记背后怎样，努力向前。跟旁边人说，忘记背后，努力向前。用感谢来代替抱怨，朝向更美好的未来，数算神过去给我们的祝福跟恩典，在我们献上感恩感谢的时候，你才知道感恩感谢。就像刚刚提到那些教会的孩子，他们去了比较艰困的环境之后，他们才知道台湾的环境是如何的好，因为其实还有很多地方的孩子，他是需要去水边、井边挑水的。
2014年，我跟一些牧师去到了缅甸，就在仰光，他们的首都仰光不远的一个地方要坐船，就好像我们现在淡水河，我们要从泸州坐船坐到淡水这样子，而且那个船还不是游艇。就像独木舟一样，就坐1、2、3、4这样4个人这样，就这样载的，然后就划到对岸去的一个小村庄。那个教堂也是茅草，也是木造的。我就看到村子外面有大概像4姐这样子的年纪的人。大概这样子的青少年，光着身子，穿着一条短裤，脚还没有穿鞋，挑水，然后家家户户不是自来水，而是有水缸，他们的水就是这样子来的，不是你用水龙头打开就有水。所以在你这样的环境里面，你才知道说我们的环境是如何的好。所以当你献上感谢的时候，这些忧虑，你这些烦恼，你才知道你的烦恼是多余的。第二寻求耶稣所赐的平安。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而你们的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因为在你们的心里面有平安，是耶稣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所以我们要去寻找耶稣所赐下的平安，是真实的平安。所以基督徒见面的时候，我们说什么？平安。来跟你旁边的人说怎样？平安。为什么要说平安？因为以前基督徒是要被抓的，在初代教会里面，基督徒是被抓的。扫罗就是专门在抓基督徒的，不是吗？所以保罗没有改变之前叫扫罗，扫罗就是专门在基督徒的。你信耶稣就马上抓去。司提反就是被他抓起来。司提反是7个执事当中的一个，腓力、司提反他们的事迹有被记载。司提反被抓了，被丢石头了。所以基督徒是被抓，所以见到你，你还活着，平安，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基督徒说平安，你还活着，疫情过后，你还活着，我们都还活着，感谢主。所以我们要寻找，耶稣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所以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在你的心里面有平安。第3意象也决定胜败，有时候也决定胜败。最近有时候我们看到，这暑假的时候，他那个奥运有几场比赛，其实日本队其实早就应该得金牌，是日本队嘛，棒球。我看到在预赛的时候，他差一点就输给多米尼加了。多米尼加已经快要赢了，而且已经是差不多快赢了，但是日本最后怎样反败为胜？所以日本的球队每次他们那种得胜、企图心跟欲望是如此的强烈。多米尼加就以为他要赢了，就那个补位没有补上去，松懈了。那个没有去补位，忘了去补位，让日本的选手有办法站上去一垒，下一棒就来一个逆转，就来一个追平了，追平之后就来了一个逆转。所以有时候成功跟失败，胜跟负，如果你没有那个求胜的意念、求胜的意念，跟那个企图，这场比赛怎么会赢呢？愿神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把失败归咎责任，责任归咎在环境，归咎在我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机会，或者是归咎在父母。
这都是不对的。所以意象有时候是你决定你是否胜利，是否是失败。所以我们在属灵的思想上面，让我们成为有创造性的人。有时候不要觉得说我们人生是失败，就像那一场比赛，明明快输了，却赢了，赢了他晋级了，晋级了他就得金牌了。所以圣灵会改变我们的想法，让我们成为肯定性，让我们翻转这些否定的思想跟意念。罗马书8章7节也跟我们说，原来这些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就是不能够顺服，不能够顺服神。所以圣灵给我们希望，也给我们能量，给我们能力，让我们的智慧能够有这些创造力。圣灵也让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灵在我们里面，来改变我们这些否定，或者是这些灰心，或者是这些觉得好像我不会成功的这种的想法。你看耶稣遇到谁，都让他改变了，活过来了。巴底买这个瞎子，他看见了，他原本的生命是没有救的，是不见光明的，但耶稣却改变了，让他得见光明。巴底买就是笨色囝的意思的，底买就是好像就是不好的东西巴底买就是那个的孩子所以你看，耶稣叫罪人变成义人，耶稣呼召了这些渔夫成为他的学生，税吏犹太人看不惯的、讨厌的这些人，变成了他的学生。所以耶稣给灰心的人带来希望，叫死人复活过来，恢复了一些原本失丧的这些的人。所以圣灵也是叫我们能够重新恢复生命力、活力的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也要常常对我们自己说，我们是可以传福音的人，我们是可以服侍的人，我们是可以祷告的人，我们是可以为教会来奉献的人。怎么相信你就怎么成就，你的意向怎么思想你就怎么成就。有一个有钱的人他是虽然有离过婚，但是在金钱上面他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他是很富有，但是家里面可能常常因为家人不和吵架，他会有忧虑，甚至要吃安眠药才能够睡觉。他家里面有一个菲律宾来的这个移动的劳工，我们要叫移动劳工虽然我们还是习惯叫他菲佣外劳他在家里面帮佣做这些打扫清洁的事情，但是他很开朗，他每天就是唱歌唱诗歌，然后非常的高兴快乐。有一天这个主人回来就问他说，我看你怎么那么快乐，你在我们家做这些事情，你怎么快乐，这么快乐？我看你常常唱诗唱歌这位帮佣就跟他说因为我生没有带来什么，我死也没有办法带去什么因为我心中有耶稣，我就有平安。因为有耶稣跟我同在，我住的地方就是皇宫。因为有耶稣跟我同在我的生命就是喜乐有平安。这个女主人听到说听了这句话晚上睡不着了。她晚上睡不着，她就在思想，我一生这么劳累，一生这么努力赚到这么多的钱，可是我却不快乐，我却睡觉要吃安眠药。可是我这个帮佣他做这些杂七杂八的事情，甚至我叫他做什么他就必须做什么，而他却这么的快乐，这么的喜乐。因为他说有耶稣跟我同在，我生命就有喜乐平安。因为
有耶稣住的地方，虽然是草屋，也像皇宫一样。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有耶稣生命在我里面，我们必须思想跟他有关的事，思想他的生命。所以奉主的名祝福大家，让我们的意向，让我们的意念、思想都能够充满耶稣基督的心意。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天父，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常常思考神的事，思考圣灵的事，思考圣经的教导，帮助我们从我们的意向来改变，从我们内心的想法、思考、思想来改变，让我们思想善，就成为善的人，让恶离开，让罪不留地步，帮助我们脱去不义的想法，让我们充满神你的恩典跟恩惠，必须从我们的思念开始。求神帮助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感谢牧师的正道，我们来唱回应诗信心英雄，请各位起立。我们是一群神子民，接受神呼召，在这黑暗的时代，做光有作业。祷告，恳求神灵的作为，降临在这里，信心英雄，要向这世界见证神大能，彰显他荣耀，不再犹豫，不再彷徨。是一群神子民，接受神呼召，在这黑暗的时代，做光有作业。无数黑夜的日子里，流泪的祷告，恳求神灵的作为，降临在这里，信心英雄。我们现在用感谢的心来奉献，请视线的同工直线。
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金句，在周报的下面，华语请我们念2遍，请。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罗马书8章6节。以下我们来看我们教会的关心教会的消息，请翻开周报。本会消息，第1点。本会信德奖学金的申请到今天为止。第2点，下个主日11月7号是本会的圣礼典主日，自联合礼拜9点开始，请大家预备心出席主的圣餐。第3点，下个主日要举行11月份的庆生会，受薪的名单如果有遗漏的，请向干事提出更正。第4点，下个主日礼拜后召开小会，下午1点半召开定期长执会，长执同工请预备心，请自备和会手册。第5点，11月份的主日礼拜，其中有2堂是和会，分别是下周的圣礼典主日，即本会儿童主日学事工主日，跟11月21号的感恩节感恩礼拜，这个是和堂联合礼拜，在9点开始，所以请弟兄姊妹们特别注意时间哈。第6点，因为教会要召开同工会议，规划明年度的事工，请各个单位要进行资料的收集，准备事工报告。那在12月26号之前交件，以利作业的进行。第7点，11月2号台北中会第3次议会于大稻埕教会召开，本会2位牧师还有淑珍长老代表教会出席。第8点，11月5号国城牧师要参加中会松年培训研习会。第9点、第10点是我们礼拜3的查经祷告会，礼拜4的松年乐龄读经班，欢迎大家踊跃参加，查考圣经，守望教会。再来团契的消息，松年团契11月11日要到新竹旅游，报名已经额满。当天的上午6点50分，在泸州区公所集合，7点钟准时出发。第2点，同心团契在11月13日礼拜6，苗栗的一日游，报名也已经额满，一样是当天的上午6点50分，在公所集合，7点准时出发，请各团契的会友注意这个时间。下面的肢体相通，请各位来看，在我们的代祷当中来纪念。以上报告，我们来唱祝福的诗，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领我脚步，请起立。结束时，请牧师祝祷。受神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